今日同大家看看上次美博繪帶回來的小東西，滿滿一袋非常零碎，有一些是消耗品，有一些是新顏色的甲油膠，有一些是打卡活動贈品。首先是不同粗幼的打磨條，然後是光療筆。買這麼多筆的原因是，在彩繪的時候不同顏色用不同筆，免去反覆洗筆的麻煩。一些甲油膠及功能膠，還有很多迷你罐裝膠。這個是氣剪拍拍膠，看上去好似好方便，未知是不是智商稅。這些是一些穿戴甲，看看市場上不同價位的穿戴甲質量。選購了兩副比較華麗的公然式穿戴甲，造型及長度都是比較誇張，非生活化的穿戴甲。另外是人手一支的光療燈，這個 Babygenia 的品牌被小公書炒火了，剛好我也沒有這個形狀的光療燈，可以只照一指以免手背曬黑。這個紫色愛了顏值不錯。再來是一堆飾品，這種堆鑽的組合省工省心，一火一紙快靚正。一些閃鑽及樹枝飾品，帶了3盒9宮格甲油膠，對個人玩家友善，每個顏色都有一點。第一盒是肌膚油畫膠，可以做出特別的粗糙感。再來是實用度不高的糖果琉璃膠及死亡熒光膠，可以備一個小小的份量。再來是這個中國紅的4格。再來是彩鉛封層，可以運用木顏色筆在甲片上創作。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覺得很新奇，這個也是我喜歡去美博繪的原因，可以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產品，還有一些彩鑽。兩套迷你甲油膠，一套春色細閃及一套秋色貓。另外是穿戴甲的包裝盒，取了一個小樣回來看看，放上之前訂製的卡紙。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粉紫色。今日影片去到這裡，下次再見。關注、點讚、分享係對我嘅支持。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傾啊！